我叫陳曉彤，而家喺機電工程署擔任見習1級技術員，主要負責屋宇裝備方面嘅工作。同時，我參加咗職學計劃，而家仲讀緊 Ivy 屋宇裝備工程學高級文憑課程。呢度係互動學習中心，係見習技術員進行培訓嘅地方。部門與時並進，優化培訓設備，提供多個虛擬實境 VR 模擬器。我哋可以透過虛擬實境，喺唔影響機電系統運作同安全嘅情況下，了解維修保養嘅流程、所需嘅工具，同埋增強我哋安全意識。另外，部門亦設立技能評估中心，俾見習技術員學習基本技術同埋技能。而呢度就係技能發展中心，入邊設置咗多個實習訓練室，係作為世界技能大賽、電器安裝同埋空調製冷嘅訓練場地，以強化學員嘅技術水準同埋效能。學習咗基本機電知識之後，部門會安排見習技術員去到唔同嘅部別進行實習，而我就被調派到衛生工程部實習。喺監工嘅指導之下，我會先編排每日嘅工作流程，準備好所需要嘅工具同埋資料，由監工帶住我去工作。而我喺監工身上就會學到點樣同承辦商去溝通，亦都學到好多專業知識同埋技術。例如醫院人流好多，而且有好多市民出入，監工會提醒我需要圍好工地嘅範圍，同埋擺好指示牌，確保市民嘅安全。而家我哋都會充分運用科技去提供更好嘅服務俾客戶。例如，我哋可以運用建築信息模擬技術，提高工作效率。從實習中學到嘅嘢同工作經驗都好幫助到我學業方面。例如，我喺醫院工作面對嘅各種挑戰同埋解決方案，平時點樣同客戶同埋同事去溝通，確保工作順利進行。亦有提及醫院環境要特別注意嘅安全措施。我真心多謝監工嘅悉心教導、提醒同埋支持。睇得出佢中意做呢份工嘅，好多時候即使佢唔識嘅嘢，佢都會主動去問點樣做，而且識得跟住程序同埋指引去完成任務，所以俾嘢佢做我都好放心，而且佢嘅學習表現都好出色。我係陳永鵬 ，ETC 電機工程高級文憑嘅學生，讀埋今年就畢業啦。我今日就唔係返學，係去返工。學校為咗俾我哋實踐學到嘅嘢，安排我哋去參加職學計劃，而我就去咗騎士電梯做學徒。除咗實踐學到嘅嘢之外，我仲有機會可以拎到電牌，同埋成為註冊升降機及自動梯工程人員添。好，永鵬，呢份 checklist 俾你嘅。今日我哋有4部升降機需要做保養。收到。永鵬，我哋而家要檢查升降機嘅門，考下你機身門同埋層閘門嘅機械鎖同埋閘鎖嘅狀態，有咩要留意呢？我哋需要定期檢查，確保呢啲機身門鎖同埋層閘門鎖能夠正常運作，確保佢哋冇損壞或者鬆動，以及係咪存在任何異常聲音或者震動。冇錯啦，呢個係非常重要嘅一部分，確保乘客進出電梯嘅安全。永鵬，我哋而家要檢查升降機鋼纜。升降機鋼纜都係升降機嘅重要部件，呢樣對升降機嘅安全運行同埋穩定性非常重要。啱啦，必須跟足指引，按每一個步驟仔細檢查。好，我哋需要定期檢查鋼纜係咪出現磨損或者鏽蝕，同時仲要保證鋼纜嘅張力同埋直徑都處於適當範圍內。啱啦，你咁仔細嘅分析同埋咁有熱誠，我對你嘅前途充滿希望。我哋檢查過所有安全部件都正常，最後提交埋數碼工作日誌，就完成埋今日嘅工作啦。啱啱出嚟做嘢嗰陣，想學翻門手藝，又想收入穩定，所以我就決定投身工程行業啦。咁啱有朋友介紹我入行整電梯，入行之後，我發現整電梯都係一份收入穩定嘅工作，而且有前景同埋晉升機會。因為喺香港，基本上大家日日都要搭 lift 嘅，
喺 VTC 課堂上學到嘅嘢，可以喺工作上實際運用到，唔單止係紙上談兵，邊學邊做，令我有好多實踐嘅機會。學到嘅知識能夠融會貫通，令我好有滿足感。永鵬嘅表現啊，係醒目仔嚟㗎，佢學嘢又快，可能同佢本身喺 VTC 度上堂咧有關係。好多基本嘅嘢咧都唔使由頭解釋，又識睇線路圖，又識用架撐，佢可以將上堂學到嘅知識應用喺工作上面，令到工作更加有效率。師傅，呢個係我返學嘅時間表，到時我要早少少收工去返學，麻煩你安排啦。你真係勤力喎，又要返工又要返學，幾時畢業啊？我今年就畢業啦，到時就可以申請做註冊工程人員啦。咁好啊，等你到時攞埋個牌之後，就可以做師傅帶新人，俾心機啊！依家每個禮拜有1-2日都需要返學去完成呢個高級文憑課程，而公司咧都好彈性咁處理我嘅返學時間。呢個就係我嘅1日啦，收工。我叫阿亨，係 Ivy 機械工程高級文憑畢業生。喺2021年透過 VTC 職學計劃嘅介紹下，嚟到雲德機器鐵工廠做學徒。喺2023年畢業之後，而家已經晉升為項目主管。通常一個 project 啦，我哋一開始要去現場度數啦，咁啊睇下個場地係點先啦。咁啊之後咧，我就要思考下點樣先可以滿足到客戶嘅需求咁樣嘅。咁啊同時地啦，我哋又要去 plan 一個方案出嚟，係要同我哋嘅上級去匯報翻我哋現場係諗住點樣去做咁樣嘅。咁啊而我哋啲工程其實通常都係要移動一啲重型大型嘅裝置咁樣。真係要講，其實最大嘅就係個滿足感啦，係咪先？因為始終其實啲大工程咧，就真係好誇張。咁啊，其實你每完成所有嗰啲 project 之後咧，其實你就好似當好似個 project 好似自己親生仔咁。我哋基本上頭2年啦，就會去唔同嘅部門去學習唔同種類嘅工藝技術。咁樣我哋就可以更加全面咁樣去清楚一個廠嘅運作程序啦。我而家咧就喺度跟緊一個同鋼結構相關嘅工程嘅，呢個唔係，係呢個啊。咁我哋咧已經完成咗好幾件咁大型嘅工件嘅啦。咁我哋之後就會再運到去現場進行組裝工作嘅。阿亨嘅工作表現啊，佢對自己嘅工作好有熱誠，而且佢亦都會自己去諗辦法解決問題。喺佢未畢業嘅時候，其實佢已經係負責處理咗好多唔同嘅工程項目，包括公司型嘅工程項目亦都有嘅，由纜車嘅工程啦，到水閘嘅安裝都有。咁作為一個僱主，對比起啱啱畢業嘅學生啦，我一定會係請一個已經參加咗職學計劃嘅員工，佢入職嘅時候就已經有獨立處理工作嘅能力。咁其實我本身咧係讀商科嘅。咁啊，因為一啲機緣巧合嘅情況下啦，我就去咗 VTC 讀機械。咁啊，讀下，發現原來我對機械好有興趣喎，甚至係會想去繼續去學更加多相關嘅技能。咁啊，喺呢度咧都想多謝翻 VTC 啦，佢俾我發掘到我嘅興趣，同埋帶埋我入行，仲俾咗一份我理想中嘅工作添。我係陳永鵬，我係 VTC 電機工程高級文憑嘅學生，我打算將來考個電牌翻嚟，並且以成為註冊升降機及自動梯工程人員為目標。我係陳曉彤，而家讀緊 Ivy 屋宇裝備工程高級文憑。我好中意現時嘅工作，將來我會喺屋宇裝備行列繼續努力，喺機電工程處一展所長，貢獻社會。我係阿亨，係 VTC 機械工程高級文憑嘅畢業生，亦都係雲德機器鐵工廠嘅項目主管。接住落嚟，我將會參與更加多嘅大型機械工程。